0121嘉义大埔6点4规模的大地震，药井区有公寓大楼结果外到变形。0130的地震，中西区的莱雅大楼换墙太路崩落，撼到2台轿车。针对这种6层楼以上的集合主体公寓大楼，市府宣布扩大公共安全检查申报，每时当爱办一摆。民国93年1月1号以后，领得使用执照者应在今年第1季完成申报；而在92年12月31号前领得使用执照者，则需在明年第1季完成申报。最近地震常常发生，指挥的性质是依照内政部建筑物公共安全检查签证以及申报办法规定，若是无完成申报，会当罚6万到30万块。议员肯定政府加强检视建筑物的公共安全。不过问题是大楼无管委会申报会出现问题。管委会的部分收取的费用，再加上公安的这些东西的话，可能它的费用就非常高。那未来如果说没有管委会之后，要全部把全部的所有权人，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可以执行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一直以来公务局就应该要一直鼓励大家成立管委会，那让管委会来去知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老旧公寓大厦能够维护得更加的良好。根据统计，台南市有267栋大楼无管委会，议员建议市府唔仅爱推动大楼公安检查，也阁爱推动成立管委会，部分维护修缮爱补助，莫互民意变做负担。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